2026年8月1日，士師記第15章。過了些日子，到收割麥子的時候，參孫帶着一隻山羊羔去看他的妻子。他心裏說：我要進內室去見我的妻子。但是他妻子的父親不讓他進去。他父親說：我以為你非常恨他，所以我把他給了你的一個同伴。他的妹妹不是比他更美麗嗎？你可以取來代替他哦。參孫對他們說：這次如果我加害非利士人，就可以不必負責了。於是參孫去捉了300隻狐狸，又拿了火把來，把狐狸尾巴對尾巴綁在一起，又把一支火把插在2條尾巴中間。他點着了火把，就放狐狸進了非利士人的禾田裏，把堆積的禾捆和未割的禾稼以及橄欖園都燒了。非利士人問：這是誰作的呢？有人回答：是亭拿人的女婿參孫作的，因為他岳父把他的妻子給了他的同伴。於是非利士人上去放火燒了那女子和他的父親。參孫對他們說：你們既然這樣行，我必在你們身上報仇，然後才肯罷休。參孫擊打他們，連腿帶腰都砍斷了。那是一場極大的殺戮。然後他下去，住在以坦磐石的穴中。非利士人上去，在猶大安營，在利希散開。猶大人說：你們為什麼上來攻打我們呢？他們說：我們上來是要捆綁參孫，要報復他向我們所行的。於是有3000猶大人下到以坦磐石的穴中去，對參孫說：非利士人統治我們，你不知道嗎？你為什麼向我們行這事呢？參孫對他們說：他們怎樣待我，我也怎樣待他們。猶大人對他說：我們下來要捆綁你，把你交在非利士人手裏。參孫對他們說：你們要向我發誓，你們不親自殺我。他們告訴他說：我們不會殺害你，我們只要把你捆綁住，交在非利士人手裏，我們決不殺死你。於是他們用2條新繩子把參孫捆綁起來，從磐石的穴裏把他帶上來。參孫來到利希，非利士人就吶喊着出來迎接他。耶和華的靈大大臨到參孫身上，他臂上的繩子就像被火燒的麻一樣，他的捆綁都從他的手上落下來。他找着一塊新鮮的驢腮骨，就伸手拾起來，擊殺了1000人。參孫說：我用驢腮骨殺人成堆，我用驢腮骨擊殺了1000人。說完了，就把那腮骨從手裏拋出去，因此那地方就叫拉末利希。參孫非常口渴，就呼求耶和華說：你既然藉着你僕人的手施行這麼大的拯救，現在我怎可以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禮的人手中呢？於是神在利希示一窪地裂開，就有水從那裏湧出來。參孫喝了，就恢復精神，活力充足。因此那泉名叫隱哈歌利。那泉直到今日還在利希。在非利士人統治的日子裏，參孫治理以色列人20年。我哋一齊祈禱，立志讀經。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藉住聖經
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。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何等眾多而寶貴，睇似完美嘅事物都有佢嘅限制，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嘅眼睛，讓我睇見你話語嘅奧妙，好使我每日靠着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喺聖靈嘅引導下閱讀同思想你嘅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